这一次的话，我们餐饮业大部分的同行来说，大概都少掉了7成、8成，等于说现场来客数跟往常来比都只剩下2成。有的像我们台南市烹饪工会就有给我们很多这样的讯息在协助台南市所有的餐饮餐厅，然后来申请这个补助的活动。政府这一次补助的对象是以说要有做优惠活动才能够申请到补助。一开始对很多店家来讲是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也确实从这个方面来着手做一个努力之后，觉得对餐饮还是有帮助的。我是赤坎澎湃商圈的总干事。那市府也协助我们赤坎澎湃商圈来推动一个振兴的一个计划。我们把台南400年最老的文化串接起来。那地方的创生，那例如每年我们会固定举办的赤坎万神节、生活节、一灯节等市集活动。那在疫情的防疫期间呢，台南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然后也邀请大家乐活台南，享受不一样的文化生活体验。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远见杂志5月底公布2022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台南市8大面向施政表现满意度达75.5%，6都中排名第1，其中经济与就业项目更是全国第1。在积极防疫期间，台南市也努力协助各行各业的复苏与振兴。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这一波的 Omicron 疫情对于制造业的冲击有限，所以台湾的出口都很亮丽。但是对于服务业、餐饮业这些传统产业，事实上冲击是比较大的。以这次全远见杂志的民调来说，台南市的这个经济就业的部分的满意度有69.2%，这个在全国来讲是最高的。但是看了其他的部分包括这个安全、治安、卫生，我们的满意度都有70%到80%，这个都是6都第1。这个部分给市府团队的一个启示是，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我相信我们市府团队一定会为许多餐饮业者做最快、最速，而且最踏实到位的这个服务。希望说，这个是国家希望说能够带给餐饮业者纾困，尤其我们特别着重的是很多小事业者。这些小事业者，他们虽然没有这个开立发票，但是他们事实上是第一线直接受到这个餐饮疫情冲击海啸的第一波。因此呢，我们对于这个小型摊贩业者，我们会是作为第一个辅导的重点。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6月23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台南的子弟徐浩佑日前参加奥地利跆拳道公开赛，得到金牌。回国了后，拄啊解除隔离出关。议长郭信良上午专工前往徐浩佑引导打红榜上边仔，表达祝贺。期盼徐浩佑继续认真练习，为台南甲台湾争取更加好的成绩。3、2、1，走！画面上这2位跆拳道对拍的人，就是咱台南子弟徐浩佑甲徐浩成2兄弟。2人伫跆拳道比赛拢有真好成绩。较悬这位徐浩佑，伫日前参加奥地利跆拳公开赛，摕到63公斤级的金牌。为表勉励，23号上午，议长郭信良率领议员李良勤、议会工作人员以及安南区的里长，做伙来到徐浩佑的厝内打红棒表扬。议长郭信良表示，徐浩佑甲徐浩成2兄弟伫跆拳道拢有袂歹成绩，这次搁伫国际公开赛摕到金牌，更是无简单。议长希望徐浩佑爱继续打拼，为台南甲台湾拼出好成绩。这次的异地训练呢，到奥地利的比赛达到63公斤级的金牌，这是台湾的光荣，也是台南市民的荣耀。那台南市议会特别
和议员来自嘉颖的鼓励，希望他能够未来对国家争取更好的佳绩。徐浩佑表示，参加国际赛摕到金牌是相当欢喜，未来会持续参加训练，争取全运会甚至是奥运的比赛机会。很谢谢议长，然后还有大家来给我恭喜，这样很开心。然后也希望继续努力，对，会继续努力，然后为台南市拿下更多好成绩，为国家，还有为国家。好。伫结束徐浩佑出来行程，议长郭信良一家人便前往另外2位台军优秀选手刘伟成、黄敬元出来表扬，并勉励因爱持续练习，成为台湾台军队坚强力量。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目前正伫修复当中的国定古迹33国王庙是第一件由国有财产署编列预算，委托市府代办修复的案例。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等人23号特别前往会勘，希望保留古迹的原貌，顺利伫2023年8月份完工。国定古迹33国王庙因为长期失去，室内通风无好，造成墙面风化严重。虽然25当前曾经修复过，不过高大壁体、木架甲剪梁拢相当程度损坏。地处市长每天特别到场会勘，了解旧料再利用等修补特色的阶段性成果。中央跟地方一起协力，能够让台南市的这个古迹以及一些文化资产更加璀璨这个亮丽，能够让许多后代的子孙以及外地的民众更加了解我们许多宗教的还有文化的背后的一个意义。台南不只有美食，也有很多值得你流连忘返的一些景点古迹，欢迎来台南。经过了解，该工程总经费4321万，经过立委陈廷辉争取，嘛是第一件由国有财产署编列预算，委托市府文资处代办的国定古迹修复工程，其中尊重古迹修复历史、原貌保留，拢是各界关心。咱33国王庙所有的管理委员会对主委甲所有委员吼，他们其实每天都在这里监工，他们很多的担心哦。但是因为工地他们不方便进去，所以有时候就是会担心是不是原貌会改变。但我们希望说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安心要安怎恢复到咱的原貌，会当互咱真正的古迹会当存留落来呈现咱的历史的背景甲记录。究竟如何保留古迹原貌？负责设计建筑的建筑师表示，表面白糊表面的损坏，甲全区洪水主动失去相当要紧。所以怎么让所有的水尽可能减少对于整个基地内的古迹造成最小的一个伤害这个是我们在本工程里面一直极力进行的。那其次针对灰壁的部分我们也在解决这个地底潮气的问题之后，我们采取原工法来复原那包括木构、屋面也都是用最大留存旧料的一个原则来进行。修复工程对2020年8月开工以后，要将近3档，过程当中包括文化部、国有财产署甲市府文化局拢工程督导，都希望一点一点把关，让管委会安心。咱的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吸引全世界千万人观赏的再见梵谷公映体验展再次伫台湾登场。6月24号伫台南成功3月中山店开幕，展期3个月。伫展览当中有真侪非常特殊的实景装置甲公映效果，透过镜头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一个进入展览场梵谷的经典作品《太阳花》，透过360度镜面的呈现，就予人真深的印象。根据了解，该展览对第一栋巡回全球70个城市高达已经10几档。今年来到台南，制作团队再次大胆突破过去的规格，手持家己黑色镜面的效果，将30外座高达3800个作品，予观众踏入展览区，就参像进入梵谷的世界。
年全台湾唯一的一场梵谷的一个光影展，而且梵谷第一次来到台南，那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剧场，他把梵谷的一个生平跟他的作品做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呈现。我想这是来到参与这个光影展一定要去逛的一个展场哦。伫厝市长委托嘛，伫文化局观光旅游等局处长陪同，伫开幕进前先来观赏，邀请大家透过光影科技的多感官刺激来认识这位艺术大师。进去在里面看到，真的让我真的非常震撼。那沉浸在艺术的飨宴里面，沉浸在梵谷的氛围里面，让我们非常的感受到东西方文化这个冲击的一个对照哈。去全球千万人观赏的梵谷展览，即回来到台南，还有限定的珍贵影像效果，邀请民众把机会来到新光三越中山店，展期将长达3个月到10月2號。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面对疫情冲击民生经济，市长黄伟特宣布推出1级2戳3抽台南菜市仔贺礼抽奖3中10个活动，提出好康戳戳乐，也有抽奖的活动，希望会当刺激市场的买气，增加摊商的收入。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传统市场买气持续受到冲击。为振兴市场经济，市府推出1级2戳3抽台南菜市好礼抽奖3重奏活动，针对传统市场推出为期6周的集章活动，促进买气。我们台南市市场的这个1戳2级3抽奖哈，就是说让我们为了提振市场的买气，除了我们发出了市场券、夜市券之外呢，这是率全国之先，在台南市在6月10号开始就已经开始在各市场来发出市场券，这个还有这个夜市券，这些东西虽然是小钱，但是对民众这个购买意愿应该是有的。活动期间，民众会当伫指定的市场索取专属集章卡，伫市场不管是菜港、蔬菜、水果、家禽、海产、南北货等商品，拢会当参加戳戳乐的活动。另外，伫专属集章卡顶面填写个人的基本资料，嘛会当参加抽奖活动，有机会会当将电动机车、电脑、电动脚踏车、电视等好礼摕回去厝。除了这个部分之外，还有消费可以参加抽奖。那最大奖还感谢光阳机车的这个两部电动机车。那这个部分让民众逛市场的民众有更增加了这个买气。那许多只要你到市场消费，就可以集章之后就可以参加戳戳乐，戳到奖金然后接下来还可以参加抽奖。我想说这是3重正奖，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市场给它买起来。市长署表示，疫情后为振兴传统市场商机，也持续推出无同的促销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到传统市场采购，除了会当帮助摊商以外，嘛会当用小钱将大奖摕回去厝。欢迎市民朋友依照活动日期前往以上这6座公有市场采购抽好礼。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高雄市左营社区长照站开办的缝纫课，有老师教长辈填补红爱吊饰。不过对长辈来讲，有一寡细节的所在较歹填，所以长辈拢会主动请老师甲志工来斗相共。不过大家拢是欢欢喜喜做伙合作，将小公鸡吊饰来完成。3只小公鸡串成的吊饰非常可爱，长辈正准备用手缝的方式完成，大家都围在老师旁边，看老师怎么把嘴、鸡冠和尾巴固定在花布上。它这个小角这边要用剪刀把它挖出来，要不然它这个小角度挖不出来。在嘴巴跟鸡冠这个部分是比较精致一点，比较细微，比较工法会比较
不是那么好做啊。但是我们希望说，长辈他们也可以试着用用看。一只鸡的配件都组装好之后，长辈就开始一针一线的把2片花布缝合起来，就成了鸡的身体。再把棉花塞进身体里，一只小公鸡就大致完成了。小棒子把它往内这样子，嘿，这样不然它有的小空隙，那个棉花它跑不进去啊。家庭主妇大部分都会了，对。这样一针一线缝东西，长辈都很喜欢，因为从年轻时就帮家人缝缝补补。虽然有些地方不太好缝，长辈都会主动的请求协助，尽量把它缝好。老师也鼓励长辈持续缝下去，可以达到延缓老化的效果。最主要是因为它有小肌肉的一个刺激。好，那刺激有时候可以到我们的脑部方面。它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先帮它固定一下，让它自己缝。现在刚才我帮它固定了，它就可以自己缝了。我们每天来就是为了怕老人痴呆。穿针线缝东西对长辈来说虽然有些吃力，但只要有人从旁协助，长辈反而越缝眼力和手越灵活。期待完成作品之后，就有满满的成就感。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这间百家日式餐厅料好又佮实在，咖喱佮定食真受欢迎。每到用餐的时间是定定拢客满。其实这间店佮有稳重的豪华菜单，大量的配料，高 CP 值，值得消费者娱乐。料理台上，师傅用熟练的刀法把新鲜的鲑鱼切成一片片生鱼片，与牛肉、干贝、鳗鱼等等配料一起炙烧之后，像是不用钱的一样，一层一层叠在自制的醋饭上面，一眼望去几乎看不到饭。最后在金字塔的顶端点缀上鱼卵，豪华海陆冻饭就完成了。只要一口，鲜美的海味就在口中爆发。就是其实豪华冻饭就是我们店里比较。就是所有的料就是比较好的，或者是我们去渔港进货的部分啊，我们就会把它放在这个碗冻饭上面，就是让客人去享用，就是每一种当季的食材。除了冻饭，这间餐厅的握寿司也有豪华版，鲑鱼肚、黑尾鱼、天使红虾、五花牛等等，一块一块摆在盘子上，有够诱人。无论是滑嫩、嚼劲、鲜美、油脂，所有享受都能一次满足。这样一份居然不到250元，简直不要太超值。然后鲑鱼的部分是我们自己杀的，就是我们进整尾的鱼进来，然后处理鱼啊，去鱼皮、拉刺，然后去处理，然后再呈现给客人。这间小小的日式餐厅里头，一接近中午时间，客人就源源不绝的涌入。在这里开业10多年，一直是平价家常，但又实在的日式料理，深植当地人的心。觉得应该是平价，然后也有，寿司店的水准。我觉得这是大家对我们的青睐。然后就是有一些日本料理的客人反映说，我们也想要吃一些外面比较高单价的东西。所以我们用料后来就会有稍微改变，就是把一些叫日本料理高单价的东西啊，把它放到我们店里来。客人的反应也还不错，因为毕竟我们如果跟外面比起来，当然是价格有比较便宜。虽然是主打家常料理的平价日式餐厅，但他们的隐藏版高 CP 值豪华餐点也不容小觑。鲜度破表又超满足的配料，是小资族午餐时间想小小奢侈一下，犒赏自己的好选择。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高雄武庙路有真侪打扮，为透早到日到暗时，是高雄美食战区之一。其中有一间非常有人气的小食档，专门伫咧卖东北千层饼甲烤小饼。头家娘是大陆辽宁人，伊将家乡的传统小食用满满的鸭甲道地好口味拍响知名度。武庙前的这间千层大饼，从早上9点就开始营业，是在地人早餐的热门选择。手感的饼皮铺在桌上，老板豪迈地撒上大把大把的葱花，接着层层叠叠的包覆起来，放进炉子烘烤个几分钟，新鲜青葱的香气就开始散发。出炉后切开一看，爆亮的葱花混在厚实的饼皮当中，每一口都有扎实的嚼劲，而且又清爽不油腻。我这是喷水用锅上下加温烤的，所以油不大，比较厚实，
外面酥里面软，吃起来比较 QQ 的，而且我葱花装放的量真的是蛮够的，葱香味很够很足，所以客人吃完都没有一个不讲说好不好吃的，都说很好吃。而他们除了吃起来超满足的大饼，分量较小的烤小饼也颇受在地欢迎。虽然说是小饼，但其实里面的馅料也没有再客气，塞得满满满。像是老板推荐的葱肉口味，就与一般台湾的水煎包不同，不是包裹肉末，而是较大块的肉丁，增添口感的鲜明。而且我肉里面完全没有用到肥肉，用的都是瘦肉，本身就喜欢吃瘦的肉。反正客人跟我反映说，哦，你那个肉吃起来真的很过瘾，就感觉真的吃到嘴里就是一块一块的肉，吃得很舒服，很过人这样子。但是客人跟我讲，我就很自信，很开心。完我就这样做下去，都是大块的。这间店的老板娘兼厨师是从沈阳嫁来台湾的东北姑娘，在丈夫退休之后，想体验不同的生活，决定一起开店，制作过去在家乡时最爱吃的千层大饼。因为我们东北的东西其实比较偏甜偏咸，也偏辣，口味比较重。台湾吃东西，说实话，尤其是高雄这边，还蛮甜的，然后我们是蛮咸的，然后我就综合一下，没有做到高雄这边东西这么甜，也没有像我们家乡那么咸。当时只是想说做做看，也没想到真的从刚做第一天，客人真的很好，很捧场，然后做完就是从做一路走来就很平平顺顺的。老板娘在闲聊时也自豪地提到，他们每个月都有来自澳洲的大批订单，是之前客人吃完之后赞不绝口，希望能够提供到他的商店里贩卖。对于家乡美食的爱，让这块饼漂洋过海，征服外国人的胃。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最近天气真正非常的热，真侪民众差不多每一天都会啉一杯手摇饮料。不过中医师表示，啉伤济恐惊会产生身体无爽快的状况，所以提醒民众会当用清凉的养生补品来替代，可会当先刷勇气补身。正式挥别春天，南部进入夏天，简直就像是一个大型烤炉，每天最高温度几乎都飙破30度，体感温度更是不用说。这时候来一杯手摇饮，清凉又解渴，是再舒服不过的事情了。不过你知道吗？喝太多饮料恐怕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常常看到很多喝冰冷的人，他说喉咙痛啦，喉咙卡卡的啦，怪怪的啦哈，或者是有一些脾胃他本来比较虚性或寒性的人，他就喊肚子痛啊，就胃痛的地方，有些人会容易拉肚子，肠胃道功能蠕动比较差的，那反倒是便秘哈，这些症状都有。以中医的角度，冰凉的饮料会造成体寒，因此医师也建议民众可以改成养生的清凉饮品，不仅消暑，还可以顺便顾身体。吃比较油腻的，那可以配一些荷叶茶哈。那如果是比较容易身体本来体质就比较燥热的，那当然就可以配一些金银花茶哈。那一些脾胃比较虚弱的、血液循环差的莲藕茶，这也是可以考虑的。那比较常见的像这个枸杞菊花茶，其实在夏天也是非常适合的。疫情下，大家戴紧口罩，人心惶惶，顾好身体，增强免疫力是防疫的不二法则。医师也提到，最近很夯的清冠1号，有许多民众上门求诊，都在寻这味药。因为现在清冠全台湾都缺货嘛，哈，那当然就是有一些类似清冠1号的一些加减方，有些净冠方或防疫茶，这一些每间诊所它会依照当地患者的特色或者是一些特性，去配一些防疫的茶。喝防疫茶炖中药补身，习惯与病毒共存，可得要增强抵抗力，才能防堵可怕的病毒入侵。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